咁啊15A3政府嘅策略，咁唔好睇少呢個 PowerPoint 啊，呢個都幾緊要嘅，因為近年咧比較中意考一啲即係一啲細分幾人攞嘅就係一啲服務啊，一啲具體嘅例子，政府有咩服務，咁呢度係講到嘅。咁以前比較少考，而家考多咗，同埋咧好多學生咧都未必攞到分，所以你要贏人哋，一定要去記到呢啲啦。咁即係積極樂年年嗰方面，香港政府有啲咩服務咧？咁我哋睇啲版啦，譬如經濟援助咧，咁就係即係強制性嘅公積金計劃啦。咁同銀髮市場咧就係指嗰個買啲嘢係服務對象係長者嘅，咁唔好睇小佢，因為個人口比例長者係多啊，同埋長者唔一定窮嘅，好多長者咧係都有錢嘅嚇。咁然之後剩低咧有建屋嘅安老啦、護理啦、醫療服務啊，同埋社區呢啲。咁社區呢個咧其實都好緊要喎，因為第七課啊會成日講嗰個社會網絡啊、社區服務啊、正規非正規，其實就係考緊呢樣嘢嘅。OK， 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安老啦嚇。咁通用設計其實都冇乜咁點講過，通用設計咧其實係一個概念嚟嘅。咁係令到呢個單位同埋公共設施咧能夠做到就長幼相見共用。咁呢個緊要啦，相見即係嗰個歧視嗰方面啦，反歧視啦，長幼共用啦。之前我哋一直都有強調嘅。咁喺即係呢個嘅設計咧，即係住宅嘅設計咧，能夠去滿足每一個階段個生活嘅需要。即係話有啲乜嘢咧？即係可能老人家年紀差，啲扶手啊，或者多車佬俾輪椅啊嚇。咁主要目的咧就係令到老人家雖然身體係差咗，唔使到老年或者係傷殘嘅時候咧，唔需要搬離原本嗰個嘅居所啦，能夠喺熟悉嘅環境裏邊達到原居安老，即係其實老有所屬，我哋所講嘅老有所屬。咁繼續積極樂年年啦。咁呢一個其實一啲例子啊，將軍澳啊，同埋佐敦谷呢啲係咁要知道啦。咁同埋有好多咧，其實有啲係終身租住嘅，其實嘅理念。咁點解叫中產咧？其實好貴嘅，就係喺裏邊咧有埋醫療嗰個專業護理嘅服務俾佢哋嘅。咁佢哋咧就係唔係話住到老，係佢唔係買咗都要好貴咁，但係就係一直住到佢哋可能過咗身之後咧就離開啦，咁所以要租住嘅。OK。咁另外呢個咧就係長者健康中心啦，我哋要知道，同埋個外展服務門診優先睇嘅。咁呢個要知道嘅呢個服務。咁長者健康中心咧，其實我哋都探訪過啦，何文田嗰度有。咁俾65歲咁長者咧，裏邊咧係有一啲嘅服務啦、預防咁樣嘅，包括係認知障礙啦咁中心裏邊有好多專業人士組成嘅。咁第12課啦咁有啲乜嘢咧？醫生就有時未必有，通常係護士啦、物理治療師一定有，職業治療師啦。OK， 咁同埋咧係呢啲高危嘅長者咧，可以識別啊，去處理佢哋問題。咁呢啲係要輪籌嘅，唔係話你長者夠呢個歲數係咁要申請要排，因為個額都有限。咁同埋外展啊，外展隊伍嘅意思即係點樣？就係去探訪長者咁就係一啲院舍、老人中心啦。咁要睇一睇啲院舍就係指住宿嘅過夜嘅。OK， 中心咧就係唔住宿嘅返屋企瞓覺嘅，得唔得？咁有啲專業服務俾佢哋啦。咁外展意思即係去到嗰度探嘅專業人士嗰啲咁上去為啲院舍嗰啲長者打針。咁同埋門診優先睇病啦，65歲或以上咧就係衛生署管理門診會優先嘅。咁呢個咧就係社區支援服務，呢個要記要識嘅啲名啊。咁鄰舍長者鄰舍中心啦，長者地方中心、日間護理服務、家居照顧服務、上屋企照顧嘅送飯啊，呢啲要識啦。OK。